嗨嗨嗨嗨，關人婷啊！一個泰國著名嘅預言家預言，2026年上半年可能會發生一單航空事故啊！咁係咪即係話有一個國家會出現恐怖嘅空難呢？呢個消息一出，即刻令到人哋背脊發涼啊！我即刻喺度諗，飛機唔係現代最安全嘅交通工具之一咩？點解呢位預言家特別要點名飛機呢？預告一場恐怖嘅空難大災難，佢嘅預言係咪真係有根據同埋可信呢？等我帶大家深入探討下呢一個預言背後嘅種種細節，究竟係咩一回事？首先要介紹一位而家網絡爆紅嘅預言家，佢叫做派師傅，亦都好多人叫佢做泰國神婆。喺之前嗰幾年，派師傅已經因為多次預言命中而聲名大噪。最令人震驚嘅係佢準確預言到2025年發生緬甸一場大地震。其實地震天災係非常之難預測。派師傅已經喺2024年年底接受訪問嘅時候，佢已經預警過嚟緊上半年緬甸一定會有地震，泰國曼谷都會波及。到2025年3月28日，緬甸中部真係發生咗規模7.7級嘅地震。呢場地震造成數千人傷亡，餘震仲波及咗泰國。泰國仲有一棟起緊嘅建築物，因為強烈震動而冧咗啊！場面十分驚人啊！值得一提嘅係，就係緬甸強震發生嘅當日，呢棟高30層嘅摩天大樓——泰國審計處大樓冧咗之後，當年嘅9月，曼谷市嘅街道突然出現一個直徑數十米嘅天坑，馬路突然出現巨型大洞，嚇到啲市民目定口呆啊！呢啲現象同派師傅先前嘅警告不謀而合啊！佢一早已經提醒泰國要提防建築物倒塌或者土地下陷嘅問題，結果一一被引證。人人見到新聞嗰個洞坑嘅時候，即刻諗起派師傅未卜先知嘅震撼。派師傅對地震嘅精準預見，令到好多人對佢刮目相看。事實上，除咗緬甸強震之外，派師傅仲喺25年其他嘅預言都中咗幾項啦。佢預言泰國南部會出現300幾年最嚴重嘅水災，結果當地爆發咗大洪水，超過300幾人受災，接近100人不幸喪生，災情傷亡仲創咗新嘅紀錄啊！佢仲提前話泰國政壇可能出現變局，暗示當時泰國嘅總理唔會撐得幾耐。果然冇幾耐，泰國政局就出現劇烈嘅震盪。新上任嘅領導人背景同特徵同佢預言嘅都幾吻合。甚至連泰國佛教爆出嚟嘅醜聞、離奇嘅事，佢都一早預料。佢曾經講過，着住橙色袍嘅群體，即係指僧侶，會捲入金錢同桃色風波。隨後震撼嘅泰國寺廟醜聞獵僧案曝光，一個女仔同19名僧侶爆出涉及金錢同性交易嘅醜聞，其中包括佛寺大廟長老，動搖咗泰國人對宗教嘅信任。咁多宗事件，無論天災人禍、政治變局或者宗教醜聞，都同派師傅嘅預言不謀而合，亦都難怪2025年呢啲事情之後，個個都認為呢位泰國神婆真係有啲料到。佢講嘅未來警示，亦都好多人越嚟越重視。有人將佢25年每條嘅預測對照，發現佢嘅命中率高達80%。喺預言界嚟講，確實係幾驚人，令到派師傅好快咁樣上咗去頂流預言家嘅位置。而家我哋去到2026年啦，按照中國傳統曆法，今年係丙午年，亦都係俗稱嘅火馬年。喺民間傳說入邊，火馬年成日都認為係動盪不安之年。喺歷史上面，每隔60年就會出現一次火馬年，過往都會出現一啲令人印象深刻嘅大事。上一個火馬年1966年，嗰年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動盪。當時越南戰爭正係打得如火如荼，中國就爆發咗轟轟烈烈嘅文化大革命，全球局勢都喺度變動緊。最巧嘅係1966年，東亞民間流傳咗一個說法，認為火馬年出生嘅女仔會帶嚟凶星，不利丈夫同家庭。呢一種嘅迷信導致到好多地區新生嘅 BB 驟減咗接近1/4啊！可以見到火馬年傳統嘅觀念都係唔吉利同埋難捱。再上一個火馬年就係清朝光緒年1906年，嗰年就係美國舊金山發生震驚嘅世界大地震。當年4月嘅大地震將整座舊金山夷為平地啊！
造成數千人喪生，同時亦引發咗摧毀性嘅城市大火。當然呢啲災難亦都未必同年份有關，但係無形之中為火馬年呢個稱號蒙上咗一層神秘嘅面紗。好多長輩去到今日提到火馬年都話好難捱，即係話日子唔會過得好。派師傅亦都特別提到2026年火馬年亦都係一個好艱難嘅一年。不過佢話語入邊又帶嚟咗一絲嘅希望。佢話烈馬最終可以浴火重生，亦即係話經歷咗烈火般嘅動亂之後，呢一匹狂野嘅馬最終都可以重新企起身，局勢最後都會穩定。換句話講，2026年可能係先亂後穩，雖然開局唔易，但最後都可以化險為夷。展望2026年，派師傅又提出咗啲乜嘢新嘅預言呢？根據近期嘅網絡節目整理咗以下嘅內容，派師傅今年運勢做出咗一系列嘅警示，涵蓋咗國際局勢、經濟、社會同埋天災人禍等等。首先喺局勢方面，派師傅話26年各大國之間將會加緊展示軍事力量同埋爭奪主導權，全球局勢可能會變得更加緊張動盪。佢認為大國嘅角力會令到世界局勢好似一匹馬咁狂奔，尤其是係泰國呢個國家喺選擇國際立場嘅時候，可能會因為外交同經濟嘅壓力而出現內部分歧。簡單嚟講，世界可能會出現某種陣營嘅對立同埋衝突升級嘅局面，而細國就會夾喺中間，將會面臨艱難嘅抉擇。觀察到而家，我哋唔可以唔承認預測係並非空穴來風。最近幾個主要嘅強權之間矛盾確實係暗潮洶湧啊！從歐洲嘅戰事到亞太嘅緊張，國際政治正在醞釀住不安。派師傅嘅話好似描述緊一種趨勢，亦都係提醒大家保持警惕。新嘅一年，戰爭、武裝衝突風險不容忽視。喺投資經濟方面，派師傅都講出明確嘅提醒。佢直言，所有虛假投資今年真係要更加小心。所謂虛擬投資，即係指加密貨幣同埋 NFT 近年瘋狂流行嘅投機產品。呢啲嘢價值波動劇烈，風險極高。佢特別點名提到泰國股市，話要有心理準備迎接劇烈嘅波動。對於手上持有泰國股票，甚至係泛亞洲股票嘅投資者嚟講，絕對係要留意嘅警示啊！至於財富點樣保值增值，佢俾咗一個相當保守嘅建議：投資黃金。今年最保值嘅投資就係黃金。如果有多餘錢，就買入實體嘅黃金，唔好買太大塊，細細塊就夠噶啦。因為一旦遇上重大嘅事件，細嘅黃金就可以方便拎去交易套現。換言之，今年唔好投資傳統嘅房地產，只有黃金先至最實際。因為黃金真係全球流通，大家真係值得參考下。畢竟如果世界各地局勢動盪、災難頻繁嘅話，黃金價格一定會繼續上漲，而虛擬嘅資產只會大起大落，令到你措手不及。有趣嘅係，派師傅連娛樂圈都冇忽略到，佢預言泰國娛樂圈可能會爆發新一輪嘅巨大醜聞。佢暗示會有知名明星藝人涉及非法網絡嘅經營，包括成人網站或者賭博平台，背後牽連咗金錢同埋人物相當之驚人啊！聽起嚟就好似仿佛上演咗一場現實版嘅娛樂圈權色交易醜聞大戲。雖然唔關乎平民嘅性命大事，但係就係令到社會掀起一陣波動。對普通人嚟講，明星嘅醜聞就係大家茶餘飯後嘅話題。真係令到人憂心嘅係，都係令到我哋息息相關嘅災難同埋安全預警。以下重點關注嘅天災人禍有邊幾樣預測呢？派師傅提到一個詞叫做水火並行。2026年同時會出現嚴重水災同火災，即係話某個時間上面有一個地方出現水災，有一個地方出現火災。而水災預言已經中咗，喺廣西發生，呢場災難死咗667人。而同一時間火災發生咗喺捷克波希米亞國家公園。隨住氣候變遷導致到極端天氣，我哋亦都多次見證類似情景。南半球暴雨成災，同時北半球亦都被烈火包圍。派師傅話可能有多種原因造成水火並行，純粹天災，例如極端天氣引致洪水同埋乾旱，亦都可能人為因素，例如戰爭引發嘅火災，
佢提醒26年全年雨量依然偏多，幾乎每個月都有機會出現強降雨，部分地區可能同時出現一邊水災一邊火災嘅極端場景啊！大家試諗下嗰個場景，一邊城市被洪水吞沒，啲人撐住小船喺水中艱難逃難，而另一邊就係森林入邊嘅大火燒紅咗半個天，或者戰火將成個城市變成火海，聽起嚟就真係好似世界末日嘅畫面。而家已經睇到好多科學嘅報告警示，全球暖化、極端暴雨、極端乾旱可以喺唔同地區同時發生，所以派師傅嘅預言真係相當具有警示意義啊！提我哋要注意極端氣候同埋局部戰亂，仲提到曼谷一帶仍然要留意地面下陷或者天坑嘅問題。如果發現地下商場、建築地庫經常停電或者出現異樣，要警惕可能地質結構有隱患。呢啲提示對居住或者旅遊泰國嘅人都相當重要。總之，從天上落嚟嘅水災或者地面燃起嘅火災，再到地底出現嘅深坑，師傅都已經提醒過大家一次，提醒我哋今年天地應該都唔係太和平啊。今日先分享到呢度，下集仲有其他嘅重點，大家記得關注啦。支持我嘅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 ，share 俾朋友，同埋喺條片下面讚好啦。拜拜。